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一個廁紙架3390蚊，一部浴室暖風機9400蚊。如果呢啲係你自己屋企裝修報價，你第一個反應可能係個廁紙架係咪識自動換紙，部暖風機係咪識幫我吹頭？但係今日呢單新聞真正值得講嘅唔係少一個廁紙架幾貴，亦唔係單純鬧一句又浪費公帑。真正值得留意嘅係，呢個青年宿舍計劃原本係想幫香港年輕人喺樓價高、租金高、生活成本高嘅城市入面有多一個喘息空間。但推咗超過13年，到審計報告出爐，落成啟用嘅宿舍單位竟然仲未到首輪目標一半。所以今日呢集我哋唔止講3000幾蚊嘅廁紙架，我哋要講一個更大嘅問題。香港人成日聽到青年發展，幫年輕人向上流，支援青年住屋，但點解一落到執行層面就變成又慢又貴，又令人睇到滿頭黑人問號？而睇到最後，你會發現呢單嘢最值得擔心嘅，可能唔係買貴咗幾多錢，而係香港好多公共項目已經慢慢變成一種冇人覺得奇怪嘅奇怪。先講清楚背景，青年宿舍計劃最初唔係一個壞構思。香港年青人最辛苦係咩？唔係淨係人工唔夠高，亦唔係淨係樓價貴，而係你想有少少自己空間都難過登天。同屋企人住唔係一定唔好，但去到某個年紀，你想有自己生活空間，想儲錢，想試下獨立，想有一個細細嘅地方放工翻去可以安靜坐低，唔使晚晚同屋企人爭廁所、爭房間。所以青年宿舍呢個概念理論上係幾貼地嘅，由非政府機構提供土地，政府資助興建，然後以相對可負擔嘅租金俾合資格青年入住。聽落好合理，甚至可以話係香港呢種高地價城市入面一個幾實際嘅補充方案。但問題係理論好靚，落地就另一回事。審計報告提到，2012年7月，政府向立法會表示，首輪目標係提供3000個住宿單位。但去到2025年12月，即係超過13年之後，已經落成啟用嘅宿舍單位只有1326個，3000個目標13年做到1326個，即係大約4成幾。你試想像，如果一個普通打工仔，老闆俾你一個目標，你做咗13年都未完成一半，仲要中間不斷延期，你覺得間公司會點睇你？但去到公共項目，大家好似已經慢慢習慣咗，遲幾年正常，預算高咗正常，程序複雜正常，最後審計處出報告，大家先一齊哇一聲，然後過幾日又好似冇事發生，呢個先係重點。第二個問題就係錢。審計報告提到，截至2025年12月，已由或者將由政府全數資助興建嘅7間青年宿舍核准項目預算總額係31億5千幾萬，31億幾唔係一個細數目。當然起樓一定要錢，香港建築成本高，人工貴，物料貴，程序又多，呢啲大家都明。我哋唔可以用市民喺網上買一個假嘅價錢，直接同一個工程項目嘅總成本作1對1比較。工程項目有運送、有安裝、有保險、有工地保護、有規格要求，呢啲全部都係成本。但就算明白呢啲因素，市民仍然有權問一句：咁點解可以貴到呢個程度？審計報告其中一個最搶眼例子就係大埔青年宿舍 PH2 相關採購。報告提到78部浴室暖風機供應、運送及安裝費用每部平均9400蚊。審計處再比較相同型號嘅零售價，連供應、運送及安裝，2016年12月約2300蚊，2021年1月約1900蚊。即使你話工程項目一定比零售貴，觀眾都會問點解差距可以去到幾倍？再講廁紙架，報告提到購入76個廁紙架，每個單價3390蚊。而最尷尬係呢啲廁紙架後來因為更換廁紙時難以使用，已經用同類產品替代，即係唔單止貴，仲係買完之後唔好用。呢一刻普通市民最嬲嘅未必係3000幾蚊本身，而係嗰種感覺。點解用公共資源買嘢反而好似比普通人自己格價更加鬆手？可能因為去到公共項目，錢唔係由一個人銀包入面即時扣出嚟，責任感就好容易被攤薄。一個部門話跟程序，一個機構話有原因，一個承辦商話有成本，最後每個環節都好似有解釋，但加埋一齊，市民就只係見到一個結果：錢用咗，時間過咗，單位只做咗未夠一半，買翻嚟嘅嘢仲可以唔啱用。第三個問題係解釋同說服力之間嘅距離。相關機構有回應提到，浴室暖風機係全包服務，包括產品成本、安裝人工、運送、保險、工地保護，亦提到安裝工人需要特別資歷，要喺短時間內供應及安裝。當時社會環境亦帶來變數。呢啲解釋我哋可以照樣講出嚟，因為評論唔應該只聽一邊。
但問題係有解釋唔代表解釋一定足夠說服公眾。至於將2019年社會事件列為成本上升嘅其中一個原因，呢個講法到底係合理解釋定係聽落有啲牽強，大家可以自行判斷。但重點係，就算外圍環境有變，公共採購都唔應該少咗透明度、少咗競爭或者少咗清楚記錄。香港人而家對公共開支越來越敏感，唔係冇原因。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你同市民講一個廁紙價3300，一部暖風機9400，然後話因為工程要求、保險、時間壓力、社會因素，所以價錢高咗，市民唔一定唔信，但市民會想睇到更清楚嘅證據。有冇格過價？有幾多間公司入標？點解揀呢個方案？有冇較低價但同樣合規嘅選擇？買之前有冇試清楚設計？買完唔啱用，責任邊個負？審計署亦提到，部分採購程序有可改善之處，例如獲邀投標嘅準供應商數目有限，以及相關記錄未必足夠詳細。呢啲都係重點，唔係話個機構有心做錯事，亦唔係話一見到貴就等於有人出問題。但公共資源最重要唔係我有理由，而係我嘅理由夠唔夠透明，夠唔夠經得起市民追問。因為錢唔係天跌落嚟，係納稅人嘅錢，係香港社會共同嘅資源。第四個問題係青年宿舍本身有冇真正發揮作用？青年宿舍本來係為咗幫年輕人累積儲蓄，擁有自己居住空間，改善生活同發展條件。但如果一個計劃推行13年，供應量仲遠低過目標，咁佢對整體青年住屋壓力嘅幫助就一定有限。你可以話1000幾百個單位都幫到1000幾百個人，冇錯，對住倒入去嘅青年可能真係好重要。但由政策角度睇，香港青年住屋問題係一個大海，青年宿舍只係其中一杯水。如果連呢一杯水都要等13年先倒得出4成幾，咁市民自然會問，到底係計劃太難，係程序太慢，係監察太寬鬆，定係成個制度嘅問題？呢度就同樓市、簡約公屋、公共工程、商場管理其實全部都有關。香港好多時唔係冇政策，係政策由構思去到落地，中間經過太多層，每一層都可以慢少少，每一層都可以貴少少，每一層都可以話有原因。最後市民見到嘅就係一個慢到令人失去耐性，貴到令人覺得荒謬，但又好似冇人需要真正被問責嘅結果。呢種情況對香港年輕人其實好打擊，因為年輕人本身已經覺得上樓難、儲錢難、向上流難，政府話幫你，社會話支持你，機構話照顧你，但到最後連一個青年宿舍計劃都可以變成審計報告入面嘅問題清單。你話年輕人會點諗？可能唔係嬲，係灰。第5個問題係，我哋應該點睇呢單新聞呢？我唔建議大家只係停留喺廁紙價3300呢個笑位。如果成件事只係變成網上恥笑幾日，然後就完，咁其實又係浪費咗一次追問公共資源使用嘅機會。真正要問嘅係3樣嘢。第一，青年宿舍未來嘅落成時間表可唔可以更清楚？唔係一句會繼續推動，而係每一個項目幾時完成，邊個負責，延誤有咩後果？第二，採購制度可唔可以更透明？唔係只係話有招標，而係要睇到招標點樣做，有幾多競爭，有冇足夠記錄，有冇真正做到實而不華。第三，公共項目可唔可以有更強嘅成本意識？香港唔係以前嗰個錢多到可以樣樣慢慢試、慢慢改、慢慢超支嘅環境。今日政府財政壓力大，市民生活成本高，每一蚊公共資源都應該用得更加精準。如果一個青年宿舍項目目標係幫年輕人慳租儲錢，但中間採購同工程用錢方式令人覺得唔夠精明，咁就好諷刺。因為你係用一種唔夠節制嘅方式去做一個本來應該幫年輕人節省生活成本嘅政策，呢個反差先係成件事最諷刺嘅地方。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咁係咪以後咩公共項目都唔做，做又鬧，唔做又鬧？絕對唔係，我反而覺得青年宿舍呢類項目更加應該做。香港年輕人真係需要更多住屋選擇，唔係人人都想即刻買樓，亦唔係人人都有能力租私人樓。介乎家庭同完全市場租金之間，香港係需要更多中間選項。但正正因為個方向係值得做，先更加要做得好。唔可以因為個政策名義好就接受執行差，唔可以因為係青年項目就覺得市民唔應該問價錢，唔可以因為係非政府機構營運就令監察變得模糊。好心做事同做得好係兩回事，有理念同有管理能力亦係兩回事。香港而家最缺嘅未必係口號，最缺嘅係一套令人相信錢真係用得其所嘅執行力。所以今日呢個話題我會咁樣總結：一個3390蚊嘅廁紙架當然離譜，一部9400蚊嘅暖風機當然令人嘩然。
但真正值得香港人記住嘅唔係呢兩個價錢本身，真正值得記住嘅係一個本來想幫年輕人解決住屋壓力嘅計劃，推行超過13年，落成量仍然遠低於原定目標。一個用公共資源支持嘅項目喺採購、時間、營運效率上被審計署點出多個需要改善嘅地方。而一個城市如果連幫年輕人住得好少少都可以搞到又慢又貴，咁大家就更加有理由問香港嘅公共管理到底仲有幾多空間要執翻正？公共資源唔係無主孤魂，係香港人共同嘅錢。而青年宿舍亦唔應該只係審計報告入面一堆難睇嘅數字，佢本來應該係一班年輕人可以暫時鬆一口氣嘅地方。但如果一個讓年輕人鬆一口氣嘅政策，最後反而令全香港人倒抽一口涼氣，咁就真係要認真檢討。最後想問大家，如果一個公共項目本身方向係好，但執行出嚟又慢又貴又多問題，你會點睇？你覺得依單青年宿舍事件最大問題係採購太貴，係工程進度太慢，係監察唔夠，定係香港公共項目成個制度嘅結構性問題？留言講下你點睇。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如果想睇我哋嘅其他影片，可以留意屏幕上嘅推介，記得訂閱呢條頻道、讚好同轉發呢條影片。呢度係財經大排檔，我哋下次再見。